將嚟到維也納嘅奧地利啦。由波蘭嚟到維也納，最唔慣嘅係物價。但撇開價錢，其實呢個城市都幾值得慢慢行㗎。 Here we go！將嚟到奧地利嘅維也納啦。呢度邊度？呢度係莫扎特嘅根。莫扎特邊個？大家都知佢邊個？作為一個音樂界嘅表姐嘅朋友門外漢，大家都應該聽過呢個。我都聽過，但我唔知邊首係佢作。第一站係霍夫堡嘅外圍。哇！以前啲皇宮真係大到去廁所都要揸車，而家就變咗博物館同政府用途啦。下一站西西公主博物館。Princess Sisi 被譽為最美嘅皇后之一，用佢嘅美貌去征服歐洲。Netflix 有套劇係講佢㗎，不過我冇睇，所以少咗份連結感。今次就淨係喺外圍打卡算咯。除咗 Princess Sisi 同莫扎特之外，仲有一個奧地利嘅名人，著名心理學家弗洛伊德。呢個 cathedral 唔使入場費，梗入去睇下啦。佢都有成幾百年歷史啦，雖然樓底勁高，但係去到教堂就會好似人細聲咁講嘢，同類請舉手。呢個猶如藝術品一般嘅住宅，海浪般嘅流線型設計，不規則嘅顏色同埋歪零歪稱嘅柱，呢個設計喺20世紀應該都算係一個跨時代嘅大膽建築啦。喺正對面嘅白水藝術村，係白水先生將原本嘅車胎工廠改建成嘅小型紀念品集合區。入面嘅設計都幾有趣，幾值得行下㗎。呢啲應該全部都係人手畫㗎。唉，而家睇翻都少後悔當初冇買到啊！佢呢度都有得賣0蚊喎。歐洲好多景點都有呢啲0蚊嘅紀念紙幣。當然啦，張錢係0蚊啫，你係要俾錢買㗎。第二日嘅行程，有朋友話，如果唔係一開門就去嘅話，有機會要排幾個鐘㗎。4點半醒咗之後就冇再瞓過，因為我驚自己唔知醒。